我講咗咁多整細整大，大家都知，其實我除咗 Miss Coco Chan 之外，我仲喺個整容醫生嗰度做護士嘅。我而家咧就翻去換件衫，準備兼職。不過咧，第4位參賽者咧要介紹埋佢喎，佢哋係嚟自好遠嘅拉斯維加斯拉斯卡特。Souffle